新闻先来看外交部长吴钊燮去捷克访问，当地欧洲各大国峰会甲捷克总统帕维尔同台。帕维尔嘛伫演讲中呼吁各国团结支持台湾。这嘛是欧洲非邦交国领袖头一届甲台湾外交部长同台出现伫公开会议。外国媒体认为讲，这是台湾的外交突破。To continue the policy of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we do need support from European friends. Among all those who speak out for Taiwan, I would particularly like to thank the Czech Republic for being in the forefront. 演讲内面感谢捷克的支持，外交部长吴钊燮访问欧洲，14是参加伫布拉格举行的2023欧洲各大国峰会。捷克总统帕维尔参加广场活动，而且发表开幕致辞。吴钊燮就坐伫第一排，而且刷落来到上台去演讲。这嘛是欧洲非邦交国领袖第一摆含咱国的外交部长同台，而且出现伫公开的场合。外国媒体认为这是台湾外交的突破。Let's stay united with regard to preserving the situation with Taiwan, not letting China impose her will on Taiwan. 帕维尔呼吁各国团结挺台湾民主。吴钊燮会后嘛表示讲，这对台湾人是一大鼓励。接落来，吴钊燮嘛按算访问欧盟的总部，和2当前正低调来比，这摆访捷克，吴钊燮的行程公开真济。马洪认为讲是要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访欧进前，先加深台欧的关系。所以李强他去的话，他一定是在巩固他这个欧洲国家跟中国的一个政策，那顺便宣传一中原则的一个重要性，让这个吴钊燮的效应能够减到最低。学者指出讲，欧洲反中挺台的力量是愈来愈强，后壁安怎扩大支持也是关键。这当中，意大利的参议院副议长之一又嘛带团访台，总统蔡英文会接见，这嘛是目前意大利国会上关暂吉的来台访团。记者综合报道。